后来挽救到农业人才的危机，台中继续来推动到青年种农培训辅导。今年有18位的青年农民参加到培训，上少岁是一个18岁姑娘啊。 18位青农报道，为农培训正式开训，鼓励扩大青年农民回来高雄做事，加入农业生产的队伍。台中市继续推动栽培农民辅导，嘛提出大人来万口的培训津贴。好，来上这个相关的一个训练然后接下来第二阶段就是160个小时的一个农场见习啦。18岁瓜流选是这批青农上少年的代表，本身是农二代，伫咧台湾有种花美顺含可亏，希望透过培训。 可以对现代建筑更加了解。想说要学习一些新的种植方式，然后也可以想到一些更节省成本，然后永续经营的方法。台中市今茂登记青农超1000外人，市府当年编2000多班预算补助青农，鼓励青农伫咧农业创造新事业，嘛希望当带动较侪少年仔投入台中市的农业工会。 后来继续来看，云林县政府甲台湾好农合作，甲中秋节应景的文旦行销到日本、香港等等的国家，要来抢海外市场，嘛，互离乡背井到海外读册学生会当食到家乡的美食来解乡愁。 为了放宽各国市场，抢攻中秋节的礼品商机，云林县关府这摆和台湾好农电商平台合作，辅导20项的云林良品，伫咧台湾好农网络平台设云林良品的专区，甲中秋节的文旦行销到日本和香港。我们希望呢，一起努力把台湾好的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。今晚云林县选700多项的农产加工品，正这是云林的良品，伫咧国内5000外行销点伫咧配，而且。 扩展海外市场，今年嘛去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日本扩展云林的好农产。不止在我们国内透过5000个行销点之外，我们积极在拓展海外的市场啊。透过和电商平台合作，将云林好农产推广到国际，让旅外乡亲伫咧中秋节买当食到故乡的猪皮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